屬馬者，2026年3月，命運全解碼烈焰中心的定風波。當2026年3月的春雷驚醒大地，對於屬馬的人而言，這不僅僅是一個月份的開始，更是一場位於能量風暴眼中心的深度考驗。2026年是丙午馬年，這本就是屬馬者的值太歲之年，也就是俗稱的本命年。而在這個3月辛卯月，命理格局呈現出一種極度焦灼且壯麗的狀態。流年午火遇上月令卯木。木能生火，使得原本就旺盛的火氣在3月直衝雲霄，這在命理上被稱為火旺木焚。如果你在前2個月感到生活節奏快得停不下來，整個人像是一台超負荷運轉的引擎，那麼3月就是這台引擎最容易過熱，也最需要冷卻液的時刻。這是一篇為你量身打造的3月生存與進化指南。我們不談宿命的禁錮，我們談如何在烈火之中練就那顆不動如山的赤子之心。第1章，運勢總論，在極速中尋找絕對靜止。進入2026年3月，屬馬者的整體磁場處於一種高溫、高壓、高頻的狀態。本命年與子卯相刑的暗湧，雖然3月是卯月，木火相生，看似順遂，但卯木與午火之間隱含住一種破與相刑的關係。這意味住在3月你的上升動力極強，但阻力往往來自於內部，可能是你過於急躁的性格，也可能是你身後那些尚未處理好的陳年舊事。你就像一匹奔馳在繁花叢中的烈馬，景色雖美，但腳下的泥土卻可能因過於濕潤卯木而讓你劃到。辛金透出的割裂感，月干辛金試圖克制旺盛的木氣，但無奈火勢太大，形成了火旺燒金之勢。這預示住在3月你會有一種強烈的價值觀衝突，你可能會在追求極速成功與守護內心原則之間痛苦掙扎。這是一個考驗定力的月份，宇宙正透過這些摩擦告訴你，快不一定是好事，穩才是真正的快。第2章，事業與博弈，從衝鋒將領到控場教練，在職場的維度上，3月對屬馬者來說是一場關於內心的馬拉松。警惕盲目擴張的衝動，受比肩星與強旺火氣的影響，3月你會有強烈的望去開啟新計劃，簽署大合約或是更換職場賽道。你覺得自己有無窮的精力，但請冷靜思考，這究竟是真正的機會，還是本命年帶來的躁動幻覺？核心策略：3月中旬前取守勢，將精力花在優化現有的流程上，而不是開拓未知的領土。你的競爭對手正在等待你出錯，而急躁是你唯一的破綻。人際關係的易燃易爆，卯午相破反映在職場人際上，就是容易因為細枝末節的瑣事與同事、合作夥伴產生裂痕，尤其是捉兔或捉雞的同僚。3月與他們的溝通需格外謹慎，建議練習非暴力溝通。當你感到火氣上湧時，強迫自己離開現場3分鐘。3月下旬，你的社交運勢會有所回升，那時再處理爭議，效果會好得多。3. 財富，正財如火，偏財需防火。財運方面，3月呈現財多身弱的假象。正財，由於你的工作強度極大，正財收入非常可觀。偏財，這是本月的重災區，強旺的火氣會讓你產生搏一把的投機心態。請記住，2026年對屬馬者來說，任何高風險的投資都像是把子扔進火堆。理財建議：3月適合進行資產固化，將流動資金轉入更穩健的定期或儲蓄中，切斷自己隨意揮霍的誘惑。第3章，情感與內核烈火中的溫柔實驗。對於熱情卻容易缺乏耐性的馬而言，3月的情感世界需要一點水的滋潤。單身者的狂熱與幻滅。單身的馬，3月的異性緣極其旺盛，但多為冇水桃花。你可能會在短時間內與某人擦出驚人的火花，但這種熱度往往來得快去得快。警告：
3月的感情多帶有情緒補償性質。如果你是因為工作壓力大而想找人傾訴，請分清那是依賴還是愛。2. 有伴侶者的修煉場。對於已有伴侶的人，3月的主題是包容對方的平庸。屬馬的人在本命年對自己要求極高，也會不由自主地將這種要求投射到伴侶身上。你可能會嫌棄對方節奏太慢，不夠積極。建議3月請多安排一些靜態的約會，如一起書法插花，或是在安靜的書店待一下午，用空間的安靜來中和命局的燥熱。你會發現對方的平淡正是你最需要的避風港。第4章健康與生物學預防系統過熱。在生理維度，屬馬者3月最需要關注的是心血管系統與情緒炎症。生理風險：火氣通心，本月需警惕心悸、血壓升高以及嚴重的失眠。火旺克金，呼吸系統與大腸也容易出現燥火症狀，如長期便秘或乾咳。物理降溫法：3月請嚴格執行早睡計劃，晚上11點是子水當旺之時，唯有此時入睡才能以子水壓制午火。飲食策略：絕對禁忌辛辣酒，多食用帶有苦味的食物，如苦瓜、蓮子心，以苦入心，清寒心火。同時增加飲水量，保持體內環境的濕潤。第5章給屬馬者的3月生存進化策略。為了在2026年3月這場烈火考驗中圓滿過關，請遵循以下3條靈魂教條： 1. 練習深度呼吸與慢動作。3月請試住讓自己的語速慢一點，腳步慢一點。當你刻意放慢物理動作時，你的神經系統會接收到安全的信號，從而降低焦慮水平。 2. 建立情緒緩衝區，不要在任何情緒激動的時刻做決定，不管是升職加薪還是分手，給自己設定一個24小時冷卻期。過了這段時間，如果你還堅持原來的決定，那才是真正的意志。 3. 進行一場視覺色彩管理。本月請盡量避開大紅色、橙色等暖色調的衣物或家居裝飾，多穿藍色、黑色或深綠色的衣服。這些色系在視覺心理學上能有效降低你的內在攻擊性。結語：在灰燼中練就純金的意志。2026年3月對於屬馬的人來說，是一次靈魂的鍛造。本命年的火雖然熾熱，但它也是最好的熔爐，它能燒掉你的傲慢、你的急躁以及你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，最後留下的才是你生命中最純粹、最堅硬的底色。真正的勇士不是跑得最快的人，而是那個在風暴中心依然能勒住韁繩、保持微笑的人。願你在這火光天的3月，既有奔騰不息的熱血，也有清涼如水的智慧。屬馬的你注定在這個春天完成一場關於掌控自我的偉大成人禮。